明仔载5月初1，有几啊项甲民众的生活相关的新制度要来就路，包括这个双北市专用的粪扫地啊，会当来互通。这个警消甲海巡人员到指定的病院就诊，甲军人有同款的优待。另外，若是符合着条件政务税，会当到任何一间的国税局去申报。这个交通的部分，机场坐稳专线，明仔载开始会当使用行动支付。 明仔载起有真侪新政策，双北市民众上届有感觉。双北的专用粪扫地会使互通。今年3月10日，挂号会达成粪扫地互通的共识。新北市为5月7日调降专用粪扫地的计效，甲台北市同款是一粒3角人。红色的图是双手捧地球，这是新北市的专用粪扫地。 白色是台北市环保的两用地啊，这个蓝色是台北市专用的粪扫地啊。5月7日起，只要双北专用粪扫地啊，跨区倒粪扫拢无问题。代替为了载客需要，5月7日开放专线普悠玛、台乐购号等自强号，而且是讲每一个厝限量卖120张的客票，警消、海巡到国军病院医疗院所就医，甲军人有同款的优惠，包括就医比较军人免挂号费、甲部分的负担等等。 报警医税免费户籍地符合条件，警医税案件会使就近到任何一个国税局去办理。另外，今年开放稳度税报税系统，为倒粪扫到报税。5月7有真侪新制度，咱的乡亲爱注意。